工人在这边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你知道它显现一件事，因为宿命要让所有人知道你自己的这个人来自于什么部落，对不对？在都兰在台东的都兰阿都兰部落。但是大家有注意到吗？应该因为原住民真的没有什么钱拍 MV， 有没有？没有办法拍的偶像，他只有自导自演，还要自己代言4家，是不是？对，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宿命啊，他自己。人家倒数不是都说很国际巨星都是倒数都有倒数的盆墨，对不对？有啊。我们要比照全球国际巨星，继这个马丹娜之后，国际巨星即将再度在台湾引爆，一起来看倒数计时的照片。好，倒数37天，署名在日本吃拉面的时候，吃拉面36天的时候，北海道的那个嘎浪螃蟹，一定要跟嘎浪拍一张照片哦，因为毕竟阿美族也是跟他们是友好民族啦，对不对？36天的时候还要每天都要写这个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嘎浪。天哪，好开心哦！都忘记要出唱片了。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是33天的33天，在那个在人群当中最挤的东京的涩谷。这在涩谷的时候。去补牙。对，大家也觉得你很奇怪，台湾的原住民是怎样？33天。没有看过那么多人。而且那边有贴安室奈美惠的照片。哇，真的耶！刘小北轩哦。对，想要贴我的照片在那边。对，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没有？我们可以用电脑合成。这个呢，29天的时候。东京的街头了，那边有很多那个祝福的灯笼。哇！我去那边给他祝福一下。你一定会蒙受祝福，对不对？29天倒数的时候，我们要自拍自导自演，有没有？比照国际巨星的盆墨，对不对？29天。好，我们来看下一张。28天。刚好碰到那个樱花打开了。哇！我很 lucky 耶，我就碰到他们的樱花打开。什么叫樱花打开？樱花开了啦！开花了，樱花打开了。不好意思，原住民的文法一定是这样哦。对，这是那时候日本很冷的时候去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在28天的时候，还是要不忘告诉大家，我剩下28天准备发片，对。好，我们来看下一张。然后回到台东了，第一站就是到那个延平桃园国中。你去跟他们，去跟他们分享啊，鼓励我们自己台东的子弟的弟弟妹妹啊。对，然后合照这样，哇，然后请他们拿26天、23天已经进棚拍照了。去拍照了，就是大家我们看到的宣传照、专辑的封面照，就是在这个棚拍的，对不对？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倒数23天的时候拍照，哇哦！都兰国小，我的学弟学妹。天哪，我们看到的都兰国小的书包有没有？就是这个学校的小朋友有没有？对啊，就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所在地。21天的时候，我跑到基隆港找我爸爸，我爸爸还在跑船呢。你爸爸在跑船，所以要跟他校对那个我讲的阿密斯母语有没有正确？15天的时候，妈妈的姐妹花，我们要拍 MV 的时候之前的排练。妈妈也拍 MV 了，哇塞，好期待哦！妈妈也拍 MV， 而且要穿得很一致。14天的时候，我妹妹帮我做造型的时候，因为淑妹的妹妹也就是美发师，美发师啊。所以妹妹就帮你剪造型，帮我剪造型、设计造型，好会利用旁边的周遭资源。13天的时候拍 MV， 然后帮我妈妈过生日，帮你妈妈过生日。对啊，刚好部落的人都在啊，就部落的弟弟妹妹他们都在。哇，OK。5天了，这5天是在部落的街头了，而且刚好碰到阿公开那个他们的代步车。代步车有没有看到？这一张照片真的很匪轩，我们真坚持部落红，有没有？部落基本配备就是有这些造型，对不对？总而言之呢，族命的专辑其实在这个礼拜6就要正式发行了，对不对？再给大家听一下他的族语的创作，这首歌在中文叫做《我们的约定》，在阿密斯板扎的话叫做嘎萨斯的努米达，嘎萨斯的努米达，一起来欣赏这首嘎萨斯的努米达。Kasa suano bida na ulen putih lebih so
Tala engkau pedang Asai pinukan aku arumia Malah terjatuhku kita Ahoian Oh iya Uwaian Na iyan Iyan Ahoian Oh iya Uwaian Na iyan Iyan Tala engkau pedang Asai pinukan aku arumia Malah terjatuhku kita Ahoian Oh iya Uwaian Na iyan Iyan Ahoian Oh iya Uwaian Na iyan Iyan火车